前是一棵茂盛翠绿、充满生命力的大树，在屏东县内埔乡新南村大树下，有一座传统墓碑式造型的开庄北公。来这里是新南村民早晚例行的功课，而北公庙旁呢是禁制亭，专为焚烧制纸而兴建的，将有字迹的纸张神圣化，这可是客家人爱好文学、对文字尊崇的最佳表现。在新南村的北公，对当地客家人来说呢，就像总头风靡的好邻居，家家户户的守护神。我们做保护啊，做保护，北公要做保护。嘿呀，有创业力保护啊。有了北公冥冥中的保佑，似乎每一个新南村的村民们，在自己所拥有的这一片土地上生活大标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而今年已经73岁的巫新华史夫呢，可是身怀绝技，默默耕耘一项即将失传的独门技术。对于客家人来说呢，竹门帘可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帮手。有個門人花落去啊，有個女愛啊，俺那個真人唔敢講嘢，難講。俺那個我不看直播啊，看暗暗，直播看我不多講，有啲好處。我嗰日嘅防護呢，我攞啲冇嚟嘅，呢日就冇好處。啊，先嘢所以唔知，門壓唔好門壓。咁是叫門牆，小白是門是冇咩叫門牆，然後出租我衝落去一年，有叫門牆不出啊。吴师傅的客家竹门帘是以手工将竹子刨皮剖小片，再经过长时间阳光的曝晒，才能保持竹子本身的干燥及弹性。看着吴师傅轻松自在地挥动着刀锋，仿佛每一片竹子都是对生命的肯定与知足，显现出客家人脚踏实地的精神。传统的编织在吴师傅夫妻两人携手同心的巧手下，随着一条条红绳的穿梭摆动，一遍遍将细竹紧密串联在一起，一根根的细竹都似乎有了新的生命。吴师傅夫妻呢，自信而满足的表情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值得的。我已經無奈是話多，但係唔係講啊，佢簡單學來，好咩啲擔心啊？好咩啲啊？好咩啲？但係有個做嘅唔係吃屎呀，有空做嘅插屎啊，人哋不能上去做個吃屎，啊吃屎做不好，啊對吃屎做個好，我呢個重點，要插屎要多不表示。要這樣付出啊！那你同埋學咩啊？埋冇，我這個明，我這個不已經要識翻啦。我做硬路唔大路，硬路唔滿。我這個明，我做乜嘅我才能都做入嘅。除非用嗰識到話好，用是冷唔先落邊。那天水緊就買做過菜，我都養48呀。俺們打唔住，打唔住過後，你又冇法做，你過嚟做成樣，然後過嚟做唔過，做習慣人不如做嘅，唔得唔使會做過去，點解你做嘅？係咪做唔用樣啊？係，點解你冇做用樣嘅？啊，成績好冇？做就賣去啦。吴师傅告訴我們，編織一個竹門簾要花費2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才能完成，一點一滴都是人工的累積，而竹門簾上的傳統圖案都是吳師傅無師自通的節奏。充滿古意盎然的竹門簾呢，垂掛在家家戶戶的門上，成了客家人的特色。有內埔鄉新南村的吳師傅繼續大標，客家竹門簾將成為內埔之寶。